Hello Jenny，你今日嚟做美顏針，你想改善啲咩問題啊？主要想去啲暗瘡印啦，同埋想啲膚色睇下可唔可以亮白少少，跟住同埋都想改善下水腫嘅情況。好，咁你做美顏針緊唔緊張啊？都第一次有少少緊張，真係，因為我未試過做針㗎。好啊，冇問題。咁我帶你今日去體驗第一次美顏針啊！唔該晒你。啱啱做完感覺點啊？好好啊，因為其實我今次第一次做針灸嘅，咁我開頭都有啲緊張。做完之後，請媽抹咗一度，我好水腫呢度，都即刻出咗嚟有個 jawline。因為我第一次做，感覺都好好，好想 keep 住做。你之後會推薦朋友嚟啊？一定會，我已經即刻諗緊要叫阿妹過嚟啦。好啊。